学生见过王爷、王妃、世子。我们见过一面了，不必多礼，直入正题吧。王爷请讲。你是想借我的手杀徐凤年？纠正一下，我是帮您杀徐凤年。我为何要杀他？上次说过了，杀了徐凤年，北凉必反，天下大乱，王爷才能拨乱反正，重夺至尊之位。我知道，寒雕寺是你师傅。那老奴统领一众宦官，恃才傲物，可他却对你倾囊相授，连保命的福将红甲都送给了你。为什么？王爷想必已有答案。因为你姓赵，你母亲早早过世，随即你被寒雕寺送入京城，然后又把你送进了上阴学宫。学宫素来对学子家世严加排场，唯独对你，却没有人问及过你的父亲是谁。王爷觉得我的父亲是谁？皇座上的那位。说起来，你得叫我叔叔。宗庙里没有我的名字，我不算皇家人。是。若天下太平，你一辈子无法入主京城。可一旦天下大乱，你的机会便来了。赵凯，你杀徐凤年不是为我，是为你自己。大家都有好处。还是那句话，天下不乱，王爷便不可能再重返京城。来人，将他押进地牢。等等，若是江湖人杀的徐凤年，徐骁便没理由怪罪在王爷头上。我已见识过徐凤年身边的高手，如今能杀他的人，我已背弃，只等王爷下决心。父王，他说的没有错。如果天下大乱，您定有机会。岂能见小利而忘命？这不是小利。杀不杀徐凤年不急在这一时，再等等消息吧。等什么消息？徐骁一路快马，现在已经快到京城了。他孤身赴京，岂不是找死？所以啊，我们急什么？倘若徐骁在京城被杀，我们再杀徐凤年，那便是锦上添花。倘若徐骁不死，我们又何必要做这出头鸟呢？京城视徐骁为乱世之因，他一到京，必死无疑。若真必死无疑，
他又为何要去京城呢？静下心，等消息吧。上柱国，这么巧，张宰辅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！上柱国远道赴京，怎么不进城啊？啊，这不是看到了这棵树吗？怀怀旧。这棵树有什么旧可怀呀？哎，当年我跟内子出入京城，曾在这棵树下歇息过，还在上面刻了一个记号呢。原来是怀念王妃。阴阳两隔，亏了有这棵树，也算是留个念想。砍了。这树如此珍贵，还是给上柱国带回北凉，天天看着，天天念想。宰辅出行，随身还带着斧子呢。就今天带，你说巧不巧？巧，太巧了。进城。别停，看完它。
没事。这就是徐骁。刚刚传来消息，在城门外，张载甫已经给了他下马威。这可是京城，不是北凉。天子脚下，料子也不敢嚣张。走。徐骁入京，求见陛下。上柱国，还请在此稍等。宫门前提刀牵马，何其狂悖不堪！京城重地，别乱了礼制。您哪位啊？迎亲光禄大夫刘体仁。哦，从三品。本朝用旧制，迎亲光禄大夫算正三品。原来算正三品，位高权重，位高权重啊！不讲权势，说的是守礼。哦，来。不仅仅是衣装，你那刀也该去了。这什么呀？蟒纹谁不知道？几爪？五爪。按礼制，什么样的人敢穿五爪袍？一般是皇室宗亲。这蓝大段的底子，便是异姓王。异姓王能不能带刀上朝？天子御赐，还可带刀见驾。这是陛下给的圣恩。个三品官员，云强收回去。给拿着。我就是提醒。三品官员见王驾，该不该跪迎？满嘴的礼制，行为却如此的狂悖。哎呀，刘大人的官威要压过陛下的圣恩了。混账，怎能口不择言？你敢打我啊！打的就是你啊！我，来人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刘体仁，孤名麦志之辈，想借徐骁博取刚直之名，其行险恶。他以为徐骁真的怕我不成？飞鸽传信送往荆州，给靖安王带个话。
非物自外之，自中生于心。救我啊！哎呀！哎呦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人家这个张居禄计较吗？因为他是宰辅。哎，这跟官职没关系。哎，张居禄啊，这为王前驱，不计生死，我多多少少还对他有一点点的佩服。哎，至于你啊，那纯属找死了。哎，来，接着来！来，上主国，上主国，见过上主国，杨太岁。上主国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反正等着也是等着，打着玩呗。郑三品，你打着玩啊？他挺勇敢的。上主国，陛下身体有恙，暂时见不了上主国。啊，那你陪我走一段呗？啊，来，杨太岁，嘿，你说啊，你这个杨太岁哈，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这一伴就好几十年。你说你再活这个20-30年，你就可以辅佐3朝的元老了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师了。我就是一普通的和尚，并无官职。和尚？和尚有你这么普通的吗？哎呀，你说，咱们得有多长时间没见了？哎，是啊，你也有好些年没进过京城了。年龄大了，胆子小了。你胆子小？大殿门前打郑三品，你要是胆子小啊，这天下可就没胆子大的喽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陛下，是真病了，还是压根儿就不想见我？你自个儿不知道啊？那你说说，他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肯见我呀？哎呀，这就要看你儿子怎么出青州了。你这个老家伙，还真说实话。所以啊，这京城百万人当中，只有你是我的朋友。哎呀，你要是不摸我脑袋，我便是你朋友。啊，对了，天下都说哈，这个2样东西摸不得，一个是老虎的屁股，一个就是你杨太岁的这脑袋。又摸，走，下棋去，走。张居禄城外挑衅，徐骁退避3舍。咱们的这位宰辅大人呐，谁都知道，那心气儿大得很。他最想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削藩。他敢？咱们皇亲宗室倒是排在后面。张居禄第一件想解决的，还是北凉。徐骁，张居禄在城外挑衅，就是想逼徐骁动手。一旦徐骁对宰辅下了手，皇帝不杀他也不行啊。
那张居禄自己的性命呢？拿性命搏名声，读书人不都这样？不过，就这一点上，虽然政见不同，我和徐骁倒是对他多有几分佩服。徐骁已经到了京城，陛下怎么不杀他？陛下，我的二哥严光远，如果徐骁死在京城，北凉必反。他是想让徐骁自己老死，然后徐凤年那个纨绔接班，到时候北凉内乱再拉拢风化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北凉也就散了。所以，陛下和张居禄的意见相左。不然，以张居禄这么沉稳的性子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在城外挑衅的举动？他那样，都是在逼徐骁入杀局。难怪，徐骁不出手。姓徐的老奸巨猾，没那么容易上当啊。徐骁入京已经是几天前的事儿，怎么陛下一直不见他？那是在等我们这边。我们这边。这是张居禄送过来的信。非物自外至，自中出于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礼有5经，莫重于祭。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者也，自中出生于心也。这是《礼记》之说。非物自外，自中生于心。张居禄是在提醒我，有些事不能靠外物推动，还得靠内心自发而为。那是件什么事儿？他是在劝我主动杀徐凤年呢。啊？陛下不见徐骁，那是在等徐凤年和我们这边的消息。北凉和我们青州对峙已久，如果徐凤年轻而易举地离开襄樊，陛下定会猜忌我们与北凉暗中联手，主动杀了徐凤年，皇城自然安心。夫祭者，这个祭，也就是徐凤年的性命。那这么说，张居禄提醒的是对的，就杀了徐凤年。杀了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到时候京城十有八九会拿着我的人头，去向徐骁赔罪。咱们这位张宰辅心思动得不错，劝我杀徐凤年。青州和北凉玉石俱焚，他的削藩大计就再无阻碍了。张居禄这老贼真够狠毒的，他就不怕把自己扯进来吗？就那10个字，什么明白话都没有，根本没有办法。老匹夫，这不是两难吗？啊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既然都看着，那就动动吧。备车，我和王妃去见见徐凤年。他也去。
怎么了？来者不善，人已等在后院，速去禀报世子。初冬姑娘怎么一个人来了？王伯呢？您身边已经有足够多的家人了，我配不上世子，还请世子放了我。啊？你色心大发了？不是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爹也这么说。你不信？换了你，你能信？若不是你开了口，我爹怎么会才见面就让我跟你走？晋安王到了，在后院厢房等着世子。终于到了。一个人来的？王妃和世子赵勋都在，还有很多侍卫。好，我去就回，放心，我回来之后会把前因后果告诉你。我就在这等着。听说靖安王最宠的是王妃，你问这做什么？很重要。没错，青州境内都知道，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，青州皆知，无人不知。裴南伟是后娶的，结发妻早就过世了，如今裴南伟就是真为王妃。明白了。哎，要不要去看一眼靖安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书读，我倒不如出去闲逛。走吧。王爷等的是北凉世子，闲杂人等，还请回避。哎，为何关门？禀完美，不得无礼。素闻王妃风度卓绝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呐。丰年，这里无外人，你我叔侄相称便是。小侄见过靖安王叔。徐老兄虎父无犬子。我的儿子输了你一大截儿啊！王爷言重了。你与我的儿子在春神湖上闹了一些误会，我的儿子面子薄，不敢见你，只能是我和他娘陪着来了，让你见笑啊！还不认错？向徐兄请罪。都是误会，
小侄哪受得起荀哥一拜呀？凤年宽宏，这就算饶过你了。哎，前辈去哪儿啊？上街逛逛。这个时候去逛，老的小的全是狐狸，用不着别人担心。嘿嘿嘿。靖安王就在那个院子里，要不要进去报仇啊？你不用这么守着我，我是不会冲动的。如今我的命是为守护徐凤年而活。王叔果然虔诚啊，日日念佛，定有菩萨相佑。但求名利增慧，能得善果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闻凤年前几日住到了母山岛上，是住了一晚。哦，岛上王灵泉王先生是我麾下爱将，想不到与你相熟，可谓交友广泛呐。实不相瞒，王伯曾在军中任职，他是我的长辈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就让王先生多陪凤年几日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再让他回府中办事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靖安王叔，王伯既是北凉旧部，那自然是要回北凉才对。落叶归根嘛，你说是不是？言之有理。是令尊的意思？这点小事儿，小侄自己便做主了。哎呀，北凉钟灵毓秀，凤年已然是徐氏麒麟儿，生犬子多矣呀。荆州才是人杰地灵，尤其是婶婶，真的好看。婶婶也信佛吗？自家侄儿相问，不必拘礼。是，也有礼敬。那既是这样，侄儿应该寻串手珠送给婶婶。不必了。一片心意，婶婶切莫推辞。凤年好意，不好推却。是。待会儿啊！风车给我们，给你，去。哎，小丫头，这么巧？哦，刚问了价，棺材又涨了，这年月死都死不起。你这年纪就想着死了？孝子而生嘛，看透了就不怕了。做我弟子，没人敢让你死。哎，那不是王老爷子吗？
是他，瞧着匆匆忙忙的。王爷，去吧。府中俗事烦扰，丰年呀，咱们改日再见。侄儿恭送王叔。等我寻到了守株，就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。刚才我在街上瞧见王林泉了，但是他没来客栈，反而去了静安王府。王林泉，莫非有反复？箭在弦上了。什么？你来客栈，你爹知不知情？这与你有何关系？事关紧急，烦请实情告知。他不知道。有没有法子回母山岛？谁？我和你。船都被我爹扣着，你要回去找他就行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，咱们单独回去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爹去了静安王府。你怀疑我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迎我们上岛？从长远利益来看，他继续潜藏身份，对北凉更有利。还有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塞到我身边来？难道你知道？他要救你的命。什么？徐凤年欺人太甚。父王，那王林泉怎么还要胆量来见你？这自然都是徐骁的意思。徐骁？徐凤年毕竟年轻啊，刚才说话间，意思很明白。他是想让王林泉全家迁回北凉。王林泉暴露身份，不走也不行。王林泉走了，他徐凤年就走不了。现在看上去，我这边骑虎难下，放徐凤年走，朝廷就会猜忌我和北凉结盟；而杀徐凤年，徐骁必定报复。可实际上，徐骁还是给咱们留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。留下王家。没错，王林泉已经摆明自己北凉暗谍的身份，把他们全家留在青州，就能够让朝廷看清咱们的立场。青州和北凉关系彻底闹僵，京城那边也就该让徐骁见驾了。想让朝廷放心，光扣留王家恐怕不够。是，要立场鲜明，就得灭了王家蛮族。这也是徐骁布的局。
不然你以为王林泉为什么要堂而皇之的袒露身份？从他接徐凤年上岛那一刻，他已经做好了献出全家老小性命的准备了。把手下一家全都送上断头台，许萧好狠心。如果这点狠心都下不了，许萧就没资格下这盘棋。不可能。不然你爹为什么急着让你跟我走？跟你走才能救我的性命。毕竟为人父母。这都是你爹的计划，我们王家一开始就是弃子。现在回母山岛，我才能救下王家。我徐凤年从来不打算按别人的规则下棋。行，我们走。你们几个留下，别让别人知道我离开客栈，我速去速回。保全王家，世子怎么离开青州？不走徐骁给的路，我就自己移山填海，造条新路出来。给王先生上茶。怎好劳动王妃？这么多年，王先生助我良多，你受得起这杯茶？谢王爷，王某此来所求不过是世子东行，想必王爷已了然于胸。有人走，就得有人要留。我留下。你一个人可换不了徐凤年。小女年幼，恳请留条生路。除此以外，王家满门都愿意留在青州。说是满门，就不该手软。好，就按王爷的意思办吧。我这就回岛，将家人前来相伴。你们人一到，我即刻派人送徐凤年出青州。你不恨徐骁吗？你不懂什么叫北凉军。北凉可畏，在于人心。你下去，好好想想。
茶。起来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再跟徐瘸子的杂种多聊两句，你是不是魂都丢了你？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摸了你的手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欢喜？啊？我既是贱人，就不配做王妃了。对儿，我能等你了。不等。你若真心恨我，为什么不去死？我怕死，所以嫁你。滚！你若落泪求饶，他或许会停手。多谢世子。没船啊？我都说了，我爹扣着船呢。那怎么上岛啊？王姑娘，咱们现在赶时间，得比你爹先回岛上。没船也能上岛。这是大圆，有点见识。我第一次见，还以为是乌龟呢。还等什么？上来啊！
没字儿。你哪儿寻的大员？小的时候湖边遇上，渐渐就熟了。他总不可能天生驼背，这大员恐怕有自己的来历。要不你自己问问他。他还会说话？嗯，他还会念诗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总比哭丧着脸好。也是。大黑，咱们快些回岛，赶着救人呢。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？他长这么黑，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。你能招来大员这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否则会招来横祸。我懂，若不是事态紧急，我也不会让你知道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家？救人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你爹安排好一切，如今你搅乱布局，就等于让靖安王无路可退，岂不是很难离开新州？是啊，我也明白，我只要狠狠心，按照徐骁给的规划走，就能安然离开。但是人呢，有时候还是傻点好。人不是越聪明越好吗？之前3年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做温华，是一名剑客。很厉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过？他随身佩戴的是一把木剑，平生与人交战，从未胜过。木剑。穷，买不起真的。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？我跟老黄那个时候比他还穷，偷鸡的时候遇到他，一起逃命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温华这小子，偷鸡摸狗，什么事儿都做过，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，脸上呢脏兮兮的，还整天嚷嚷要做就做一流的剑客。哪有这样的剑客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说过他。那你怎么突然提起他？我们结伴一起走过一段路，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都快饿死了。有人出100两银票雇温华杀人，他杀了吗？他把银票扔了。因为要杀的是好人。我也问过他，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不把银票收起来？反正剑客嘛，总是要杀人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心里的剑客可以邋遢，可以混蛋，但心必须要干净。如果为了活下去什么事儿都能做的话，就不配提剑了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傻？他明明手里只有一把木剑。还好。我也是傻，把他这话听进去了。所以，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，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。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，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。温华说，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，所以我不想取舍，不想妥协。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儿。
是很傻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怎么接手北凉。是啊，我大概不是这块料吧。但我还挺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北凉王，不取舍，不妥协，听着很傻，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，应该会很有趣。举家前往北凉，有什么疑问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呀？就是王伯的意思。不信你问你家小姐。没错，我得让大家尽快出发。这太仓促了，衣物家具还都来不及收拾呢。只带钱财和随身衣物，人先出发，其他东西回头再说。这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突然就老爷，老爷，世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逃出去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伯回来晚了，已经有船起航了。什么船？他起航去哪里啊？回北凉。谁回北凉？咱们家。万万不可！人已经走了一小半了。王家此事不能走。王伯觉得下一任北凉之主，除了我还能是谁？非世子莫属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下得令，你要违抗吗？不是抗命，是大将军另有安排。是你全家换我出青州，对吧？事情有变，徐骁改了计划，如今不需要王家牺牲了。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还能骗您不成？您赶紧上船，回了北凉，还有好多重要的任务给您呢。那靖安王他怎么肯放您离开青州呢？徐骁都安排好了，您再不走，才是连累我呢。这样吧，我有徐骁的手令，我给您看。王伯这是喝多了，快扶他上船。都包好了。听世子的，快把我爹扶上船，立刻出发。是。你打我爹？不然呢？不打，让他留在这儿等死吗？打了就打了吧。这才是孝顺女儿。这样，
你来主持这边，尽快搬走，累赘就别带了。你去哪儿？回襄樊。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？我又不回北凉。可是你就这么回去，金安王会让你离开吗？我有办法。要不，我用大黑带你逃出青州。青州那么大，又不是都通水路。再说了，我走了，客栈那些人怎么办？都交给靖安王吗？可是，别想了，再想把你也打晕了啊！你敢？最快速度离开这儿，还有林家幸存的族人也带上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小心。走了。我们在北凉等你。好。别死，我等着看你接手北凉。然后让天下更有趣是吧？我说到做到。喂，你还缺丫鬟吗？不缺了，再见。笨蛋。这个啊，那好，我给您收起来。用这个檀木盒子装。这么好的盒子装这个珠子啊？我觉得挺好。哎，魏爷爷，回到客栈呢，听说你出来了，想出来找找，还是去遇见了。都打听过了？打听过了，世子赵寻呐，曾经痴迷裴兰梅，后来却被靖安王娶做了王妃。成亲之后，靖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，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啊都知道王妃是靖安王最爱之人。那就好。魏爷，你帮我去一趟靖安王府，就说这个是我送给王妃的手珠。等等，先去找副纸笔，这盒子里总得留句话。啊，我打开看看。徐凤年送你的手珠，你若不买，我可以退回去。你觉得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？打开呀，我也想看看他能送给你什么样的珠子。边角料做的，自己看看吧。薄礼一份，烦请婶婶明日午后赶往芦苇荡，侄儿想亲眼看你戴上。父王，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王家跑了。什么？王林全全家坐船跑了。全跑了？是，走得太匆忙，等得到消息，船都离开了青州水域了。追吗？水师不能离开青州，这是军令。怎么追？许丰年呢？人还在客栈，但已经收拾东西了，说是明日启程，继续东行。
既然是世子送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里面的信呢？好歹叫我一声王叔，明日你就带我去芦苇荡送他一程吧。北凉世子不可轻慢。知道了。许凤年这个小子，把自己和我都赶上绝路了。去把地牢那位请过来吧。父王，赵凯见过王爷。明日，徐凤年就走了。徐凤年走不走这不重要，还是看王爷想不想让他走。上次你说有把握杀他，杀徐凤年的人，我以为王爷惧其。不是为我，你私自动手，与我何干？王爷说的是，杀徐凤年是私怨，与青州无关。那就杀吧。不知何时何地动手？明日午后，城外芦苇荡。